今日祝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6年7月初10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。申命记32章第1节到第10节。罗马书15章14节到21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所听的。咱昨讲到着基督徒应该追求互上帝称做义的性命。会当被称做义的人，就是性命下着上帝的标准行为，遵行上帝诫命的人。基督徒以及选民应该都要努力成做上帝所欢喜的人。这是咱一生的目标啦吼，因为咱的上帝是完全是公平，佮较是一个信实的上帝。申命记3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摩西的话安尼讲。听着阿耳孔，我要讲话；地啊，着注意听我所讲的话。我的教是要亲像雨水降落，我的话要亲像露水滴落，亲像雨芒啊落伫幼幼的草，亲像及时的雨水落伫菜苋。我要宣扬上主的名，恁着尊咱的上帝最大。上主是石盘，伊的所做是完全公平，伊的信实的上帝拢无不义，伊公义佮正直。这个冤巧败坏的世代因背逆，袂堪得做伊的囝，愚公无知的人民，恁哪会安尼来报答上帝？伊兼毋是恁的老爸，恁的创造主。有建立恁的国家，就会记得古早的日，回想历代的年。问你的老爸，伊会指示你；问你的时代，因会甲你讲。至悬的分土地，互万国做产业，将世间的人分开，照以色列人的人数，定万族的界定。上主的婚宴是伊的子民，雅各是伊的产业。上主伫旷野找着伊，伫芳远的野兽地好的地拄着伊。上主揽伊，照顾伊，保护伊，亲像保护目睭人。保罗写互罗马教会的批信的中间，提到家己的呼召以及怎样来回应上帝。保罗非常确信家己是一个真正的仆人，也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教师，佮较是上帝所听的仆人啦吼。罗马书15章14节到21节。我兄弟啊，我家己确信恁非常良善，充满各项的智慧，佮会晓互相可靠。毋过我好胆写这张批互恁，甲恁提醒几点，因为上帝有赐我特别的恩典，通伫外邦的人的中间服侍基督耶稣。做这是宣讲上帝的福音，通互外邦人成做圣神所圣化。上帝接纳的诫命，所以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，我看服侍上帝最荣光。我毋敢讲别项代志，只有要讲一项，就是基督通过我的言行甲行为，用神迹奇事的能力，甲上帝的神的能力，互外邦人顺服上帝。所以，对耶路撒冷周围一直到伊利哥地区，我逐所在去宣扬基督的福音。我决意无要伫已经听到基督的名的所在传福音，则袂伫别人的地基顶悬起厝。照圣经所记载，毋捌听到伊的代志的人会看见，毋捌听见伊的人会明白。不只是全民。犹太人、基督徒，就算是外邦人、非基督徒，拢会当成做圣神所献的祭物，成做上帝所听的人。因为真心真力的服侍上帝，因为顺服上帝，来成做上帝所听的人。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。
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光正的判断，我决意要遵行，我一定要安尼遵守。我受到极大的苦难，上主啊，照你的应允保守我的性命，上主啊，求你接受我的嘴欢喜献的恶乐，佮将你的规律教示我。我的性命不时拄着危险，要求我袂记这你的律法。歹人设罗网要互我，要求我无偏离你的律例。我将你的教示做永远的产业，因为这个拢是我心所爱。我专心归于你的命令，永远遵谈，直到生命结束。感谢上帝赏赐圣神的新生命，互阮会通来领受呼召，来服侍你，来成做你所欢喜、所听的仆人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